貝加爾湖5、6年前因為 Covid 去唔到，拖下拖下仲蝕咗8000蚊。而家去啦，係靚嘅，不過呢次又蝕水，遲啲講。總之因為全球暖化，有啲地方早啲去啦。仲有自己想去嘅地方，花啲時間做啲功課，自己去，唔好跟團，應該着數啲。咁有間咁嘅膠位啊，白色啲嘅。已經好噶啦，唔跣啦今日。哦，好靚呢個位。呢條叫馬克思恩格斯大道，佢有講呢度以前係木屋嚟嘅，依家大個燒晒，再起翻啲歷史嘅磚牆屋。我想俾你睇下架電車都好，因為電車未開。呢咪佢有電車好大啊！幾多嘢鴨，落唔落去又食，有腳板都唔敢落。哇，紅色啊，條橋好近啊！橋底啊！冇諗過咁好陽光係負32度啊！今日今朝係啊，今朝看輕咗佢，冇着打底褲，唔係打底褲係秋褲、龜佬褲。仲有15分鐘唔夠啊！打咗，係有呢個咩喎？咩啊？天秋放鏡頭。全球哦。